乡亲到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18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台南明德外役加角受刑人连三营8月14顶礼拜五，利用伫加角外口做事的机会逃走。台南警方隔顿工接到通报去抓人，结果搁予伊选去。刑事局昨下晡公布伊的面刑生做啥物款，统领全国的警察去抓人。 我人行高向后边看，确实无人发现，监视器画面翕到少年的受刑人逃走的身影。这个月14，伊甲另外13人伫山上区一间螺丝工厂进行监察作业，当日下晡煞利用倒粪扫时阵逃走。警方发现了后，赶紧通报警政单位。15暗时，警方伫台南新营区掌握伊的行踪，准备抓人，是毋到煞无成功。连检叫前妻到后座，他自己开车。 冲撞警车，本分局对轮胎射击2枪后翻车，嫌犯翻车，然后连险丢下前妻逃逸无踪。 刑事局17下晡公布连胜受刑人的面容，说明伊可能藏伫台南市。目前全台有3个外役监察，伫台南花莲甲桃园，另外3个男性外役分家，甲2个女性外役分家。这名58岁连胜受刑人，2013年因为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被判6年半，刑期已经过半，是1级的受刑人。逐工拢会办理接见，而且每个月拢有假期。 工厂跟本间之间，他等于是自行往返，所以他没有回来，我们才知道他没有回来。他在演的期间，他表现还正常那曾经有3次返家，都能够准时返监返监后各项的形状也都还表现没有异常。我们全台南市16个分局都已经把他列为最重点的对象。 警方表示，少年的受刑人由警某接刑，警某牵涉协助逃脱，惨犯人被喊送，全市警力联合追查，一定要将伊抓到。记者综合报道。非洲国家索马利兰共和国7月初宣布要甲咱台湾互相设办事处、代表处，昨昏已经正式挂牌。外交部长吴钊燮透过视讯连线，甲因的外交部长同齐签署双边技术合作的协定，要开始两国的关系。 台湾驻索马利兰共和国代表处17正式挂牌，第一任代表由驻沙特阿拉伯参事罗振华出任，外交部长吴钊燮甲索马利兰外交部长穆加辛以视讯方式出席，开场由总统蔡文有录影片祝贺。In the spirit of mutual assistance for mutual benefits, Taiwan is firmly committed to working with Somaliland in areas and made the Taiwan-Somaliland partnership. Contribute to the advancement of peace, freedom, and prosperity in the Horn of Africa. 在典礼当中，将国旗升起来。吴钊燮甲穆加辛伫典礼当中共步签署两国技术合作协定，展开两国有利民生的合作计划。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也要伫索马利兰设立台湾驻索马利兰技术团。 Since 2009, our two countries have collaborated in healthcare, education, and maritime security. Now the 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 is officially commencing operations. We will work together to widen and deepen the scope of our cooperation. 穆亚辛部长他在致辞的时候强调，随着非洲之角、红海还有亚丁湾地区的国际重要性日增，目前是台湾跟索马利兰两国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之上，强化双边经贸关系的最佳时刻。索马利兰驻台代表莫莫德初次已经到台湾，目前伫咧国家隔离，各设备代表处开馆的代志。伊表示，陆见两个外交部长共同主持仪式，也透露索马利兰驻台代表处真紧对开馆。记者综合报道。 大家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澎哥日报》，顶个月开出史上上悬的威力彩奖金31亿2000万，2个人着公家本。大彩伫昨昏宣布讲，伫南投指南宫买彩券的得奖人是新北市一个大约30岁的女性，伊已经甲钱领去啊。伊讲伊是伫南投佚佗嘛去指南宫拜拜，顺续买一张，无想到会着头奖，嘛捐出1000万做公益。来看《自由时报》，
对中国返来台湾挂牌的升级公司空有 KY， 因为中国的安徽厂设备防抵押，董事会派人去查，发现财报无老实，检调查方依照涉嫌违反证交法定罪，分三路去敲办公室。因的董事长黄文烈已经失踪，公司的股票已经连续7天跌停板，加上交未出财报，今仔日开始暂停交易。来看联合报。经济部8月14日815全台大停电3周年的前一天，点点啊修正令电源不足的时限制用电的办法。新增加若拄到政治、经济、战争、天灾，也是其他重大因素的时，中央会当限电。经济部的官员讲，若准要启动，会提早1天宣布。啊，毋过台电是讲，因毋知影有这一项修法。咱国内阁新增加一个带病入境的案例，是对美国来的，是一个10多岁的少年囡仔。入境的是医保证头，经过采验才验出来的。另外，疫情指挥中心嘛强调讲，8月底捷克的访问团要来台湾，会比照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迄团的标准来做防疫措施。国内阁新增加一个武汉肺炎境外移入的病例，个案是一个10几岁台湾籍的少年家，长期住伫咧美国。今年8月初5，家己倒来台湾探亲，入境的时阵无任何疑似的症状。8月15经过地方卫生单位采检才确诊，目前住院隔离治疗当中。个案在航行的途中有适当的防护，而且他返国都没有症状，所以我们并没有匡列任何的一个接触者。亚南马来西亚顶一日公布一个武汉肺炎确诊的患者是为台湾来的，指挥中心科列个案伫咧台湾5个密切接触者，其中因太太核酸检测甲血清抗体拢是阴性，另外4个人还佫伫咧检验当中。不过指挥中心认为讲，个案伫咧台湾活着的机会较少。跟他最亲密的是他的太太啦，就是都是阴性，那这个是比较清楚的哦，所以在台湾感染的机会，我会认为说是比较小。另外，8月底会有1客参访团95个人来台湾。针对这点，指挥中心表示，会根据顶回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甲日本前首相辛熙隆因迄当阵来台湾的防疫规划，来安排防疫相关措施。根据过去的经验，来帮这个几个参访团来设计整个防疫计划啦。那这个部分我们还在跟外交部还在谈。曾仁祥强调讲，目前规划1客参访团爱伫咧当地采检是阴性，才会当上回轮机。入境台湾了后，采检甲大个旅馆，还有专车接送等等，拢会详细规范，嘛会要求参访单位提出防疫计划，来确保参访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感染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全台湾也有19000人在做居家检疫。台北市政府是发现讲有38间旅馆毋是防疫旅馆，不过所有受居家检疫者，而且甲一般旅客拢难做伙。市府即马要求改善，若无就要处罚。政府放令边境管制开放移工入境了后，全台湾有超过19000个人正在接受居家检疫。台北市目前有3998个人，人数是各县市的冠军。不过台北市政府发现有38间毋是防疫旅馆的一般旅馆，有697个检疫民众甲一般旅客难咧住。民众听到这个消息，都感觉讲无啥放心。应该要确实分离，会比较才是正确的。如果这里管理不善，会出很大问题。像最近澳洲啊，整个这个检疫旅馆就爆发，就造成很大的缺口。为了预防一般旅馆变做防疫空棚，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17宣布会发布行政命令，要求这寡旅馆限期改善，若无会公布名单，而且依法处罚。今天会请卫生局，我们会做相关的行政命令公告之后，在礼拜5开始实施。16家是我们现在中央补助的安心旅宿的对象，拿中央的安心旅宿的补助，你就不要收居家检疫的旅客。针对中央无禁止的日租套房接受检疫人客问题，台北市政府嘛一个清查，而且公布名单来处罚。不过面对居家检疫真大的需求，疫情指挥中心嘛表示，日租套房本身都有违法的记录，不过若是当满足条件，居家检疫场所伫倒位拢会使。一般旅馆其实嘛是当接受检疫人客。居家检疫，它其实目的就是你住进去之后就不要出来，而且1人1室，有单独的卫浴。曾仁祥表示，指挥中心当地甲管顾局建议规划一般旅馆买当使用居家检疫者爱注意的代志，定出消毒的作业、动线分流等等 SOP 的管理办法，而且嘛请地方政府申请，会赶紧对外来公布。针对台北市甲中央无同款的部分，台北市政府嘛表示，会以原本的规划，等待中央的方案出来了后，再个来做调整。
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中部以北是侪云到好天，过头了后，中南部爱说日西北风。咱来看上新的云图。伫巴士海峡的热带性低气压，上紧伫今仔日有机会发展做今年第7号的风台无花果，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淹过外围环流有水汽的影响，咱台湾东半部、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大约是32度到35度，因为东南风沉降。湘北、桃园、台中高温会升到36度以上，金门是柑仔色的灯号，高温会升到38度，爱小心。天气热，唔但台湾尔尔，美国的加州是热甲大火，目前有超过20个所在有火烧山。8月16礼拜迄天，加州嘛测到8年来全世界上高温的记录，是热到54度4。不过美国的气象单位讲，这个数字要斟酌去了解，看敢有影。周边的地形欠真侪真爱探险的游客来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伫美国加州甲内华达州之间的4个国家公园，当年热天拢非常的热，16测得温度阁创下8年来地球上高温的纪录。当日下晡3点41分，4个火炉溪游客中心自动观测站测到华氏130度，阳光是摄氏54.4度。美国国家气象预报中心推文指出，这是1913年以来4个第一摆冲到华氏130度。目前国家气象局依然在核实这个数据，有记录以来地球上悬的气温出现伫1913年7月摄氏56.6度，同款伫4个。美国西患者面对极端天气，气温一直冲悬，也影响目前加州这里烧的20个林火，超过半数拢无受控制炭开。其中，敢若是为10日开始炭开的洛杉矶休斯湖大火，火场面积已经超过1/4的台北市，将近2000名救援人力目前控制31派的火场，撤离数百人，超过4500栋建筑物受威胁。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也搁在增加。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189万例，死亡人数是77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例，目前咱台湾是485例。中国的病例有84000多例，香港有4000多例，日本超过5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560万例，巴西超过335万例，印度超过264万例。也有最近疫情变较严重的秘鲁是有53万例。伫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37万例，英国超过32万例。意大利伫6月初时解除封锁，也毋过最近疫情拖翻头。当地政府已经宣布讲，舞厅、餐厅、酒吧等等拢总爱暂停营业3礼拜。也毋过为着拼经济，月初时因是批准邮轮会使恢复航班。另外，美国因为武汉肺炎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17万人，有专家就烦恼讲，若阵这无要阁遵守防疫规定，安尼入秋了后，美国的疫情会阁较严重。意大利16新增加确诊479例，虽然比前一天629例较少，不过最近新增加确诊的人数有增加的趋势。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少年人参加 party 所造成的。意大利政府下令17开始，意大利3000间的夜店、酒吧、餐厅等等爱暂停营业，而且为暗时6点到过当天透早6点，民众出入人较侪公共场所一定要挂喙罨，至少实施到9月初7。Some 50,000 people, that this is going to have an impact. They're going to see losses of some 4 billion euros that's been estimated by them, and they're going to want to get compensa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But the government felt that they had simply no choice. 意大利从2月2日疫情爆发到今，已经有35000人死亡，期间实施封城防疫。6月初解禁，当局月初同意予邮轮恢复国内港口出航。头一只复航的是地中海邮轮丰都号。17暗时出发，不过限制载客量是总量2500个人的7成。登船进前拢要全部做体检、甲磅体温。国际邮轮协会表示，丰都号复航对总产达1500亿美金的邮轮业来讲，总算是行出第一步。法国16通报过去24点钟新增加确诊3015例，连续2天超过3000例。根据卫生部的统计，确诊率伫咧7月11是降到1.12%，8月16降悬到2.6%。
公卫专家批评政府根本就无随甲感染者做隔离，干那看敢有症状来判断是无够的，因为有一半的感染者是无症状的。也若政府希望避免第二波的疫情爆发，开始鼓励企业的头家尽量让员工伫咧厝内做工课。另外，巴黎甲马赛扩大实施户外爱强制挂喙安，包括巴黎乡下大道部分的街仔路。也若休热就得要结束，安怎因应开学是另外一波的考验。C'est qu'un coup ils vont à l'école, un coup ils y vont plus, un coup ils vont à l'école, un coup ils y vont plus. Donc voilà, quand on travaille, c'est difficile d'organiser tout ça, quoi. 路透社统计，美国17因为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的患者超过17万例。卫生官员烦恼讲，受到来流感的季节若到，疫情恐惊会更加严重。美国16通报483例死亡，其中佛州、德州、甲路易斯安那州的情形是上严重。根据预测，12月份的死亡病例恐惊会达到30万例，住院的人数达到75%。目前美国确诊的病例至少有540万例，是全球上济。因为检疫量还未达到建议的标准，因为安尼推论确诊的人数可能会更较悬。另外，除了夏威夷、南达科他、甲伊利诺伊等等的州，其他大部分的州确诊的人数当咧减少。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国家的元首拢去为着武汉肺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7透早嘛去病院，引起大家乌白乱药。也毋过伊的幕僚讲，伊只是去做健康检查尔。日本媒体的报道指出，安倍晋三往年伫热天的国会休会期间，拢会到山内县的白中休罗。今年因为日本国内武汉肺炎疫情严重，提前伫顶礼拜登去官舍指挥。官舍的秘书人员甲庆应大学病院方面指出，为了伫疫情期间对首相个人健康做好万全准备，所以虽然今年的6月13已经做过体检，院方又愿追加一寡检查项目，也毋过目前民众上关心的问题也是经济。日本甲全球各国共款，拢是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冲击外销甲内需，致使国内生产毛业 GDP 大大下降，2021亿。过去年度第一季也就是今年4到6月，甲前一年同期比，救水幅度达到27.8%，毋但是连续第3季呈现负成长，也超过2009年1到3月的负17.8%，创下1980年有相关記錄以來上大負成長。4、6月期の大半であります4月、5月に緊急事態宣言を発出いたしまして、いわば人為的に経済を止めていた状況でありますので、その影響でこうした厳しい結果となっております。執政黨為疫情甲經濟兩邊小的時期呈現混亂狀態的在野陣營，是拍拼設法進行整合。協助黨員的立憲民主黨甲國民民主黨，有計後個月組成新的政黨，到時陣所屬的黨籍參眾議員大約130到140人。目前立憲民主黨內部已經達成共識，也毋過國民民主黨內部也有一寡聲音，像捌擔任外務大臣甲國土交通大臣，算是偏向保守派的前元先師，認為新政黨的外交安保政策甲家己的理念袂合，所以以伊为首的林芬辉未加入新的政党。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开记者会，伊伫记者会顶头讲，中国为着要互伊欢喜，甲美国买真侪番麦、黄豆啊、甲牛肉。某人问讲，禁止中国的抖音甲微信了后，刷落来美国要禁啥？敢是中国的阿里巴巴？川普是应讲，确实有咧评估。美中贸易关系转变是川普就任以来核心议题。15伊伫咧批评北京政府的时阵，煞过来学了中国大量来买美国的番麦、黄豆甲牛肉等等的农产品，来做去年底所达成的美中贸易协议的一部分。Last week they purchased the two largest days in the history of corn purchase and a massive amount of soybeans, also cattle. So China's been buying a lot of things, and they're doing that to keep me happy, but they're dreaming about Joe Biden. They would love to have that happen, but I don't think that's going to happen. 另外一方面，川普对中国企业所施加压力嘛一直增加，像讲以各自安全做理由，封杀电影因平台 TikTok 抖音。美国政府15下令字节跳动90天以内，甲抖音伫咧美国的业务卖掉。川普当天嘛伫咧纽泽西州的记者会顶悬，讲到华为是美国主要的目标，绝对袂允准华为干涉到美国的科技建设。而且伫迄当中，嘛有记者问讲，伊敢有后一个目标是啥物？ There are we're looking at other things. Yes, we are. 消息出来了后，根据中央社17发出来的新闻指出，中国媒体形容川普这举动，就那像是120年前北国联军。毋过英国是用枪甲大炮，用武力来抢。毋过即马说以国家安全来做借口，对中国的互联网来动手。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日国际上还阁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民主党今仔日开始召开党代表大会，提名前副总统拜登加做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因为受疫情影响，头摆的党代表大会只用线顶的视讯来开会。菲律宾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在拖，嘛造成经济衰退、失业率抢悬。因的总统杜特地宣布讲，大马尼拉地区甲边仔的省对明仔载开始要放入防疫措施。美国的司法部今日讲，为了着一个华裔前 CIA 情报员，以涉嫌偷卖证据予中国，所以去予美国起诉。来关心台湾，今年顶半年已经有3161个香港人申请来台湾居留。咱陆委会为着要防止间谍藏伫内底，决定要修改办法。那阵伊本地就是中国人，而且佫有政治、军事相关的背景，所以利用港澳人士的身份申请要来台湾者，咱就会做联合审查。中国人大通过香港版的国安法，互香港的局势是真无稳定。不少香港人寻求申请来台湾居留。根据移民署的统计，2020年1月到6月，已经有3161个香港人申请来台湾居留，甲去年同期1464个人来比，是成长116%。陆委会表示，7月初1成立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个半月以来接到超过1000外个服务的案件，主要是问来台湾定居甲移民的代志。政府为强化涉入港澳人士移居来台之管理，以防范中共利用中国大陆人民转换为港澳居民身份来台定居，必须经过跨部会的联合审查。为了阻挡中国间谍用港澳的身份趁机回来台湾，陆委会17发布上新修法的方向，调整香港甲澳门的居民入来台湾地区居留定居许可的办法。第22条甲30条，原本是中国的人民，或者是捌担任过中国大陆党政军的港澳居民，若申请来台湾居留甲定居，都要经过下部会的联合审查。哪怕允许一个带有病毒的共产党的人过来也不得了，有这个背景的不应该让他过来。我们首先要好好保护台湾的人。铜锣湾册店创办人林永基认为讲，排除中国共产党的背景以外，甚至有香港警察有共产党的身份，嘛无适合来台湾。学者认为讲，国安单位要加强中共党政军的资料库，才会当加速审查。不会说，这个审查人呢，对于这个审查的状况啊，不是那样的这个确切有把握啊，然后呢就任意来驳回。接下来怎么做？这个全世界都在等着看台湾怎么在这个援港的第一线上面，一方面照顾手足之情，另一方面也兼顾到我们对于普世价值。另外，在野的立委嘛话讲，要赶紧修正港澳条例18条，明确规范提供政治庇护予来台湾的香港人。不过，学者认为讲，以目前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的规模，政府若阁加强编列预算，提供安置甲照顾，还阁有补充实施的细节，会阁较有直接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来关心，陈其迈选调高雄市长，昨昏以扫街谢票，针对台南市长黄伟哲建议讲重新启动南平区域地理平台。陈其迈是讲，伊已经有甲台南屏东接洽啊，等伊上任会同齐来发展南台湾。同款是穿白色的鞋子，高雄市长当选人陈其迈17下晡对高雄基丁进行第2天的谢票旅途。陈其迈当选嘛改变哪里管制的板块。高雄甲台南合屏东三地绿地各一届来连线，台南市长黄伟哲嘛提议讲，重新启动南方区域的地理平台。就任之后我们就会来有一些共同的，像农业、观光的行销还有区域治理的整合，包括交通产业尤其我跟黄伟哲市长，我们都很关心的台南高雄的科技走廊。在监察院长陈菊甲副总统赖清德担任高雄甲台南市长的时阵，联合屏东县长潘平安启动南高屏区域地理平台，不过因为韩国瑜当选高雄市长做来登记，陈其迈表示，高雄会做南部的带头羊，会建议重新启动连接台南甲高雄的科技走廊，嘛希望做回向中央来争取资源。高雄是个老牌的这个直辖市，台南跟高雄跟屏东也可以做最好的连结，因为屏东是农业大县，所以呢，我相信将来我们要重启南高屏区域治理平台。公共的议题、环境议题以及卫生、交通等的公共议题呢，我相信透过这样的平台呢，大家一起探讨。
区协治理平台其他2个重要的角色，台南市长黄伟綽就表示，希望这个平台毋是干那针对特定的政党，未来若是乡长是无共党派，嘛应该继续运作。若是屏东县长潘明安嘛认为讲，南高屏是生活共同款，3个所在关系是真小我，针对合作的部分，伊是充满信心。另外，高雄市议会在野党较济，未来府会关系调合，嘛变做单期迈就任了的一个大挑战。若是市府小类个名单定时会出来，单期迈强调讲，还未开始定选人选，会选择通好马上处理代志的人才。记者综合报道。这摆高雄市长补选，国民党输去票提无3成，党内阁出现人事改革的声音。昨昏党主席江启臣找一级的主管做伙开会，甲组发会议主委换人，高雄市党部的主委嘛请示，伊嘛有批准。国民党搁在选书检讨的声音真济，互外界点名爱负责的组发会主委叶秀山态度真低调，因为10点个要由党主席江启臣亲身召开一级主管会议，检讨败选甲党务。会后文团会主委王玉明指出，叶秀山转任政绩会副执行长，原本主委的职务由李哲华当来接，高雄市党部主委嘛确定换人。罢韩投票结束完之后，就已经有提出辞呈。那现在整个阶段性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也让他先休息一阵子。叶寿山主委的部分呢，那他就转任为政策会的副执行长。那新任的主发会的主委会由李哲华来担任。一直伫金山都的秘书长李乾隆是留任无变动，包括6月6号罢韩投票，国民党连2届拢伫高雄选输。国民党另外以党团总调林惠洲划出要个别韩流，希望国民党莫阁一直看2018年选赢迄届选举，引发韩国路支持者不满。我们不可能靠单一或部分的力量可以支撑起胜利的，这主要是表达这个理念。所以将来呢，我们应该要拓展更宽的光谱，争取更多元的支持，国民党才有可能再起。可能很多人误解啊，也有很多韩粉朋友去出征了，我倒觉得大可不必，因为林委员他重点是以现在国民党的状况，坦白讲，靠韩国瑜一个也不够，那韩流只是一股力量。国民党副秘书长谢良介斗3天讲话，伊认为真侪人误解林惠洲的意思，这并不是切割。王玉明对此指出，国民党结合各方面力量，较有可能变成上大的在野党。国民党会继续改革，伫9月7日全代会提出新方向。伫这进前，18会先推动恢复公道北大选的行动。国民党这8年老店要伫败选了后，重新搁再出发。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澎湖有一个讨海船长，昨昏伫海中在河废弃鱼网仔时，无意中抓到一只保育类的大猫，这只细只海龟互鱼网仔甜掉咧，加载海巡来斗救，即马已经先送去安置做观察。一人掠鱼网仔，一人提刀啊，真细致挂开鱼网仔，困伫顶悬的细只海龟，想要挣脱。17下晡，探门安检所接到一个姓柯的船长通报，有海龟被鱼网仔甜掉咧，赶紧派人去救援。在海上拾获一只被渔网缠绕的保育类海龟，带妹海龟，长度24公分，宽19公分。所幸在安检所处置得宜，将渔网割除之后。该海龟活动力良好。救援人员到场后，用刀挂断鱼网仔，安置伫安检所，搁压水保湿，避免脱水。澎湖县龙鱼局保育科表示，带妹海龟属于保育类动物，大海龟长差不多60到80公分，应有85公斤重。后面由农渔局来协助，那本队也在这边呼吁，希望所有的民众共同能够为我海洋的生态环境来尽一份力。所有的废弃物品千万不可往海里面任意丢弃。好加载小海龟外观无明显的损伤，后续交由澎湖水试所海龟收容中心安置甲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咱市药署昨昏宣布讲，要大条件核准国工生机的武汉肺炎预防车进入第1期的临床试验，按算要收60外个健康的人来做测试。这嘛是咱国内头一间进入人体试验的厂商。卫福部长陈时中是表示讲，上紧伫今年底，国产的预防车就有机会会当上市。
全球武汉肺炎疫情继续升温，全球确诊人数已经破2000万。不少专家预告，今年秋冬疫情可能重新过来，疫苗研发真着急。卫福部长陈时中就广播节目专访的时阵表示，国外脚步紧，有一寡已经进入第2、第3期人体临床试验。台湾较慢，目前国内有4间厂商陆续进入第1期人体临床试验，上近今年底有机会和第一批疫苗上市。在12月底左右，可能在国产疫苗有一部分有可能会进到所谓的紧急授权使用。那如果要普遍供应，那第2季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推估。但市场表示，其他国产疫苗预计明年第2季大约4月会当就市，也毋过注的对象并毋是包含全民，会先以医护人员、防疫人员、家庭出国民众等高度族群为主。我表示，注射率大概6成，才有群体保护的效果。我们就最大的量，我们至少要达到6成。好，因为以这个新冠等于是一个武汉肺炎、新冠肺炎这样的一个传染力、传播力，好，大致上要达到6成才有一个所谓的社区免疫。但市场强调，新冠疫苗优先做的对象不一定是年纪大，还是重病人，因为这个族群接触人少，风扇做好就好。上惊也是拍走的人，也毋过整体也是爱看最后疫苗的有效性来评估。记者综合报道。进行3倍券实施了后，有一寡乡镇有另外补贴乡亲，甲钱摊起哩，亲像是中华的河米甲花坛，也佫有另外发现金。花坛乡公所对昨开始发予当地乡亲1人1000块，真侪乡亲一透早就去排队。庙前大埕排队是排到落长，民众手里摕证件，要来领中华关花坛乡公所发的进乡金。一个1000，啊，所以你规家伙4个拢做花罐。中华关河米镇大胜伫咧7月底，各加价发600块的现金。咱若花坛乡是第2个发的，为8月17开始，连续发5天，一个人有1000块的进现金。并若今年6月30进前，户口伫咧花坛乡的民众拢会当来领。17透早就有袂少民众，早规家伙仔的证件排队要来领，有人一届就领到7000块。买用啊方便啊。啊，伊要买要读册要用嘛有啦。花坛乡公所表示，发进现金是为8月17到21，拢总有45000外的乡民会当领到1000块的进现金。花坛乡长郭胜敏表示，发现金是要互乡亲有较量上的钱会当运用，会当买生活用品、蜡钱等等，来促进当地经济的流通。咱来发现金，啊，互民众，不管是去大的大、小的大，所以咱伫咧有店面的，还是讲有摊贩的所在，拢会使用到咱这个振兴金，安尼咱的经济活络吼，才真正会好。花坛乡公所按算开4500多万来发进现金，不过针对外界质疑讲发现金敢会影响到地方的建设，公所强调讲花坛乡的公库有够用，嘛经过代表会的同意来通过，绝对袂影响到地方相关的建设。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镜头来台东好山好水，一向是咱全台湾空气品质上佳好的所在。不过最近却发生 PM2.5 超过标准的状况，到底是什么原因？原因是日本的火山爆发，火山灰飞到咱台湾。环保局表示讲，这款情形可能会一直到明仔，所以台东的乡亲要出门上好挂嘴暗。对影片画面会当看到16暗时，台东市区规个变较茫茫，镜头就较远来看，电火照落去了后，茫茫的状况是更较明显。17早起，台东市就规个若像伫大梦共款，市区的大楼甲离溪山的地漂看起来拢普普，当然因过会当看到海上的绿岛，即嘛拢看无。台东县环保局表示，这2天受到日本西之岛喷火山的影响。火山呼吸气流带来2-3千公里远的台湾东部的天顶，才会造成这款的状况。而且嘛监测到 PM2.5 的高度，16暗时阁超过30微克，17上悬嘛有22微克，比台东县长期以来平均值8到微克超过真济，可能会呼吸道无好的民众感觉无爽快。那个火山灰的话，若下去，当然是我们的那个毛细孔什么都会受到影响啊，身体健康受到威胁啊。我们预估这个平均值会高达，就是超过2倍以上。那也希望说有一些降雨的情况，可以降低这样的一个浓度的一个扩散。毋过台东地区早起9点了后开始落大雨 ，PM2.5 的高度就降低恢复到9微克左右。但是台东县的环保局预计，若是天气较好的话，一直到19拜3，火山灰也是会继续飞过来东部地区，请民众出外时阵一定要挂嘴暗，才袂去受到 PM2.5 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
中华二水的八宝池船顶头有卖30铺的客家，因是直接甲厝起伫船高顶，毋过这有违反水利法的记录。中华农田水利会表示，等候水利会改制了后，就会来做讨论。错落的土水一直流，这是中华二水的重要灌溉沟啊。八宝二圳，毋过看卖顶面的规排厝，都直接起伫沟啊顶悬，无地基经着。嘿啊，算讲主要道路真老嘅。当地居民讲，这排水顶的建物已经存在数十年，当初是为了将省道的人潮带入原集路，才伫灌溉沟啊顶面起几十平厝。那成为老地地区，也成为二水的主要街路。毋过到当，这个建物全拢成为占用水利地。规座拢总起起来啊！啊，你若迄阵违法，你著含起嘛，袂当起嘛。伊厝的顶悬就是毕竟伫八宝圳的顶头面嘛，那嘛是一定是水利地啊。啊，所以讲有掺杂一寡私人土地，安尼才会较麻烦。若要听阮做生意的嘛是烦恼啦，因为阮共租遮吼，就是算讲固定伫遮做生意。啊，你即摆你若讲听耍位，你毋知要耍倒啊？伫当地经营杂货店的蔡小姐讲，伫遮做生意20多年，都惊政府收回土地。当初向厝承租，才知影地上无占用水利地。当地村长表示，厝虽然位伫水利地上，毋过所有权人合法有产权，也拢有申请门牌。若讲水利会想要收回兴水区的土地，应该爱补偿，毋过属于违法占用，安怎补偿也真头痛。你要刷出来，就是要甲征收嘛。可是你要去征收费。依法无据啊，因为他们是占用的啊。公所表示，已经几啊摆协调，厝所有权人表示，当初会伫镇高顶起建物是甲公部门签约，毋过提不出合约，也是相关证明，要征收也是补偿，也依法无据。权责单位伫水利会将等待改制为公务机关了后，才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地形放上头，咱来看有一款蜜蜂，伫当年的春天尾啊，接热天的时，拢会飞去家己树果这个所在生炭。这款蜜蜂是家己住伫树仔顶，所以当地乡亲就伫社区内底种布归树，欢迎这款蜜蜂来做收。洗手吃红蛋了。芳村红娘为高头蜜蜂囝庆祝晚会，家己4个社区居民毋但为因献上祝福。为这款的时刻，居民点点拍拼几啊年，4个社区我见以豆当蕉出名的五谷湿地，真正人知影这片豆当蕉的寒天乐园，伫热天是高头蜜蜂餐厅，社区的树是因的民宿。他们每一年的4月中就开始到这边来了，那集结大概5月就集结的差不多之后，6月份他就生 baby 了。原本社区内只有一丛华盛顿野茄树带着高头蜜蜂，居民烦恼万一风台上着这丛树，因都无所在通住。伫水保局协助，同齐为高头蜜蜂种树。那我刚好也之前听我的丈人提到说，因为他本来就是有条路旁边都种满了这蒲葵，结合我们水保局的一些计划资源，我们就把我丈人那边把树捐出来，那我们这边在协助社区迁移这些树，让把20几棵的这个蒲葵都移到这边来。天色渐渐暗，高头蜜蜂要出去找食。居民甲台北市蜜蜂保育协会合作，透过定期算数量，观察种树前后的数量变化。从我们开始可能只有300-400只、400-500只，到现在大概超过2000只了。我们其实可以知道，就是原来蝙蝠在这地方的状况是更好的。只要要去做，都会当带来改变。居民拍拼为蜜蜂种树，期待当年的春夏时节，拢会当陪伴高头蜜蜂迎接新生儿。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政府提无得用已经拍远的学校用地来起满洲地区教职员的集中宿舍，已经正式对外开放。另外，恒春半岛教职人员薪水的加薪水嘛已经通过啊，希望会当请一寡老师去增加所在教册。2、1，请揭牌名号。为着保障学生的受教权，屏东县政府全规划无用到的校地起宿舍，予教职员住。这也是为着要稳定偏乡的师资。特别呢，新建了一些偏乡地区的教职员的集中宿舍，就是希望降低它的成本，然后呢，也借由这样的一个稳定的生活工作，让他能够专心任教。除了予来遮服务的教职员有安全佮舒适的新厝通住，县长潘明安也强调，
这阵恒春半岛也已经列入统领偏乡加级的范围。特别谢谢在恒春半岛终于也有列入偏乡加级，能够呢真正达到一个公平，然后让整个教职人力能稳定。交通无利便的所在，老师的流动率就较悬。这阵县政府唔拿起新宿舍予老师住，佮申请到恒春半岛地区的偏乡加级，希望改善老师的生活品质，增加因留伫偏乡教册意愿。也替在地培养更较侪优秀的人才。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劳动部政府公布上新的无薪假统计，目前得晓无薪假的公司有800间，比顶一期加66间。对比今年华航甲国内银行联手推出联名卡，送里程大优待。不过，即马国际疫情伫咧拖，边境继续管制。中华航空董事长谢世谦伫咧台顶理事的时阵嘛，坦白讲，即马生意真歹，敢若会当看明年。会应该以目前那个整个空运量往下走哈，那个等于是运能哈往下走哈。但是它的运量虽然有下降啊，但是没有下降那么快哈，所以大概还可以维系。华航伫用的花路网站旅行社已经确定停业，观光相关产业也是受到疫情冲击的头一个。若是根据劳动部上新无薪假的统计数据，国内目前有800间事业单位实施无薪假，公司数量甲顶一期增加，减班休困的人数19689个人，甲观光相关的餐饮服务业的人数增加，制造业小可降低，批发甲小卖业嘛，可能当作是重灾区的金属机电工业，甲顶一期比起来拢有增加。我们是预期这个疫情这个和缓的时候，刚性的需求它会产生，它会有一些这个回补的一些订单。业者嘛向政府发声，希望会当赶紧通过纾困3.0来支持业者。劳动部讲，最新的无薪假数据嘛显示，经济还未稳定，要谨慎面对。那这一段期间，我们大概也观察到说，像住宿餐饮业和资源服务业这边还是有受到一些边境管制，我们观光客进不来的情况，还是有些微的影响。劳动部的统计嘛显示，即个伫台南市无薪假人数拄900多人，增加到1500多人，是全台湾变化上侪。若是其他县市是差不多侪。记者综合报道。自动福利联盟公布调查，咱全台湾各中高中的学生囡仔拢困无够眠，平均一天敢若困7点钟。主要原因拢是功课伤重，半暝半晷咧读册，无就是耍手机甲时间通去。暗困搁早起是台湾各中高中高职生的常态。歇落了后，升高二的陈同学，高一的时阵，逐工5点半起床，7点到学校上课，寄宿社团尾仔6点离开学校转去。暗顿了后8点开始做功课练乐器，半暝1点才困。是可能会到学校准备一些作业之类的，有时候就是可能不太想睡觉，或者是想做一些自己的事情，但大部分就是会写作业这样子。作业是占大概2/3，然后就自己睡不着，就是会失眠的状况就是1/3这样。功课无用3C，有人因为情绪也是失眠困扰，真暗困。联合联盟上新调查指出，台湾青少年平均暗时11点15分去困，早起6点12分起床，平均困眠6点9点钟。高中高职生更加是只有6点5点钟。我大概都睡5个小时左右，然后确实隔天上课时的精神状况也是还蛮不好的。这个睡不好，或是白天又昏睡的状况，事实上造成更大的压力，反而就是造成这个焦虑感就整个提升。伤忝，阁无想要拄久，学生上定啉茶甲冰水来提神，也有3成的人啉咖啡，而且伊个是啉提神饮料。也毋过摄取过量的咖啡因甲糖分，恐惊有健康的风险。联合联盟甲医师指出，若政府会当强制全国的高中拢延后到8点上课，老师无过量的课业，家长会当减少课后补习，囡仔休困的时间变济，学习更较有效率。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有说，咱全台湾头一个交通违规的服务网，民众对昨开始就使伫网络顶头查违规的相片。民众提罚单寄去柜台交互监理站的人员来立即，像讲超速、乱红灯，拢是真侪驾驶常常会犯的交通违规类型。
警方用过拢是用挂号的方式来寄罚单，还有违规的相片去驾驶的户籍地。毋但减少落钱的时间，而且有民众反映讲相片收摄无清楚等等的状况。台北市警察局头一个创新线电查询的系统，拄即马开始提供民众伫网络面顶查交通违规的相片，减少民众来申请查相片的时间。这个政策我觉得不错啊，这样就可以省掉很多麻烦的事啊。对年轻人来讲，确实会比较方便吧。可是如果是年长的人，他们不晓得怎么去上网查询的话，可能也是没什么帮助。甲台北市交通大队的网页拍开，除了有线顶查询，嘛结合电信服务，互车主第一时间会当知影家己违规，减少第一时间依赖共一个路段重复违规的状况。安尼是根据台北市交通大队数据统计，台北市1月份到6月份的交通违规案件，以违规停车甲超速是上济，分别是56万甲25万件。达到依化的一个处理方式，一个便民的方式，让民众可以来及时的查询。当然第二个就是这个无纸化，节能减碳，也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管道，第一个促进民众的一个方便查询，然后来减少我们公务员的这个一个行政的流程。另外，民众会当查台北市警察局各单位，伫2019年1月份了后所激发的案件，包括超速、路安等民众检举等等，拢会当伫咧激发日开始3年以来，会使伫咧网页当中查到。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看榜，咱来看罗里亚剧团，就是假脚拖剧团，成立剧单已经超过10档，因两个咧准备一出全台语的舞台剧，要搬互囡仔看，先带乡亲来评判。哦，今麦来一个足厉害，更较厉害，比人无更较厉害的，投起来啊！台顶的演员动作正活跳，大家人拢专心投入咧排练这出全台语的囡仔剧。足久以前有一个红婆，伫台顶全台语的演出，演员表示这款经验和演过正无相像。讲台语的时阵，就是较直接，嘿，哪像较无包装。细汉时阵迄种灰内底物件，就规个安尼出来。听台语讲台词无大问题，不过看剧本就亲像是无字天书，对演员来讲是正大的挑战。像我袂晓罗马语嘛，我无学，所以其实你看本的时阵，就歹甲伊记调调。换做台语的时阵，我就爱去用想的记迄声调。含着有全台语的舞台剧伫咧扮演，毋但演员爱克服台语这关，对观众来讲，嘛可能会听无完全，敢会关落影响到欣赏。演员和制作人拢表示，看戏是看几出的，观众和演员做伙耍都无问题。我袂去想济，因为你表达的时阵，我的感情会传到你遐，我免一句一句，互你真正了解，亲像。咱去外国看戏的时阵嘛是，唔免惊啦，像我台语也讲哩哩啦啦哩哩啦啦，伫这过程中未来看戏，伫这过程中大家做阵学都真爽。这道的戏出要讲囡仔人冒险的故事，是导演少年时用伊的家庭经验所写的。导演望毋是看老热了就煞过，袂使互大人囡仔新的想法。家己做妈妈了后，才发现讲啊，爸母的心情是真正是足无共款，所以即马做这个故事就是有两种看法伫内底，你会当用囡仔的角度去看，嘛会当用爸母的角度去看。罗里亚剧团成立超过10档，因扮演台湾土地的故事。为2016年开始推出用台语讲故事予幼囡仔听，刷落来文山剧场这场全台语的舞台剧，都是因累积能量，要予大细汉囡仔的礼物。记者尤伟珍、林坤明台北报道。南海国家巴基斯坦新娘仔在结婚的时一定爱破脸手指，规身躯是穿甲金。啊，不过最近国际金仔起真济，所以少年家根本就买袂起。输人毋输阵，办事嘛是袂使无，所以即马流行用做的。巴基斯坦新娘阿耶莎，规身躯穿甲金丝丝，希望将家己风光寄出去。啊，不过其实这物件拢是假的。पेंडेमिक की वजह से गोल्ड के रेट ज़्यादा होने की वजह से गोल्ड शादी पे यूज़ नहीं हो सका और उसकी जगह आर्टिफिशियल ज्वेलरी यूज़ की गई। 巴基斯坦甲印度同款，传统上查某人结婚爱挂金仔，新娘伫婚礼上穿甲愈体面，地位就愈悬。啊，不过最近受疫情影响，真侪人收入减少，加上金仔介绍最近每盎司冲破2000美金，互真侪人只好用做的，或者是买真做的珠宝来代替。सोना तो महंगा हो गया हाँ, तो इसलिए ये आर्टिफिशियल ज्वेलरी के ऊपर काम चल रहा है अब।
आप जिसकी हैसियत है असली सोने की ले लेने की तो वो भी ले लेते हैं मगर ज़्यादातर ये आर्टिफिशियल ज्वेलरी पे चल रहा है。疫情期間，大家買袂起黃金，業者也真艱苦。話頭家講，部分新人佇疫情之前倒落訂單，即馬就要以當時的價錢賣，讓因損失真大。इलेक्ट्रिक के बिल देने, किराया देना, ये हमें बहुत बड़ा नुकसान हुआ है और हमारे अपने खुद के खर्चे भी बढ़ गए, ज़ाती खर्चे में लॉकडाउन से हमें बहुत बड़ा नुकसान हो गया। हम समझ लो 5 साल पीछे चले गए。業者表示，風城行業生意倒退5年，即馬形容民眾嘅需求都改賣假金仔。啊，毋過無論是真是假，買袂上風浪惡夢，這物件會帶來幸福。記者綜合報道。越南有在食貓肉，根據國際動保團體調查，當年越南是食100隻貓仔，甲這貓仔拆食落腹。雖報越南對1998年有禁止食貓肉這個命令，也毋過對今年正月開始已經廢除啊，所以動保團體即馬是真煩惱。非常濟貓仔被關入去真下鐵籠內，被送去大巴士底部的行李倉。為越南中部的惠安再甲北部地區，國際動保團體接到通報，通報貓仔被偷的情形愈來愈多，決定展開大規模調查，結果發現這貓仔竟然是互人食落腹肚。Even though they don't eat cat meat so much in central Vietnam, they do steal them every single night. We see them driving around with the traps, with the sacks. We've encountered the cat thieves ourselves. We see it and hear about it daily. 越南在疫情了後，民眾生活困苦，常常食貓仔狗仔。雖然政府在1998年明令禁止，不過民間食貓肉的風氣依然存在。有老一輩越南人認為，月初食貓肉會得到好運，個人認為應親像貓仔同款美麗。為餐廳是個宣傳，讓人相信食貓肉應強身壯陽。去年1月之間，越南政府廢除食貓仔禁令了後，動保團體發現越南各地貓肉餐廳是愈來愈多，在惠安胡志明市這所在攏真濟。而後來2點鐘車停的太平省，就是太貓的大本營，過程真無人道。What really surprised us was the brutal nature of the trade, particularly the mass drowning of cats as being the most common way of slaughtering them. So they're often put in mesh or wire bags and then thrown into a lake or thrown into drowning buckets. In other circumstances, we saw cats being bludgeoned to death using a tiny hammer. I mean, it's just the immense suffering of these cats. It's just really, I have no words for it. 動保團體估算越南人一年愛食100萬隻貓仔，除了偷獵流浪貓仔、甲通緝貓仔以外，也會中國進口冷凍貓肉。動保人士表示，越南民眾食貓仔是為進補，不過其實來路不明的貓仔，甲抬過程無重視衛生，攏有食物中毒的高度風險。接觸業者掠貓仔、抬貓仔10年行為了後，動保團體希望越南民眾唔通閣食貓肉。記者綜合報道。全球暖化愈來愈嚴重，真正毋是凊彩化的爾，即馬閣有新的證據。科學家在研究格陵蘭島冰層在揚的速度甲狀況，發現當年落的雪已經較輸雪在揚的速度，冰川即馬愈舊愈細地，已經到無救的地步。大批冰層被開刷起的情形，看起來真壯觀，卻是一場環境浩劫。全球暖化正對格陵蘭島的冰層造成不可逆的影響。美國研究團隊13發表上新的研究，因分析北極234個冰川30年來的數據，發現為1985年到2018年，格陵蘭大型冰川後退3公里，而且為2000年開始，冰川溶蝕量每年穩定增加。The rate at which these icebergs are being discharged and the rate at which these glaciers are falling into the ocean may still stabilize. So to say that we're going to lose the ice sheet, which would also result in 6 meters of sea level rise. 海平面升高6公尺是真大災難，甲時陣真濟沿海島市會被淹起。研究者閣表示，格陵蘭的冰川溶起已經是無法度挽救。過去30年，北極變暖的速度是其他所在2倍。今年7月，極地海冰創下40年新低點。種種現象顯示，全球暖化對冰川的衝擊一直增加。不過科學家也提醒，這唔是愛人類放棄，啥物都唔做。It's clear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reaction time and we may reach a new equilibrium. And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stress that what we will do now will have an impact. But also ocean currents could change. And if your ocean currents change, your climatic conditions will change. 格陵兰岛的冰川每8年才增加一摆冰泉集中，但是大量流失，要互200万平方公里的冰泉搁倒来，因讲是真困难。不过科学家也指出，降低大排放减缓全球暖化，有关因降低冰泉流失的速度，全球应该正视这个问题，提出对策。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温度上加26度，上悬36度；中部温度上加25度，上悬35度；南部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东部温度上加24度，上悬34度。外岛的温度是27度到38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司大期待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天顺心，明仔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秘书。虽然上班的时阵我拢穿黑的、甲白较济，不过我较介意迄灰巴里鸟的啦。今仔日咱的主题就是色字，色字汉字写作色字，罗马字写作思义色多义字，色第4条，字第7条。台语咧讲色字有2款构词方式，一款是伊本身是色字的名，像红的、黄的、青、空的、土的，这款构词方式袂伫色字的名后壁加色迄字，像红的袂讲红色。一款是摕物件的色字来做色字的名，亲像柑仔色。桥仔色、咖啡色、土色、鸟鼠色，拢会伫后壁加一个色，互人知影是咧讲色字。台语的语词内底有袂少拢甲色字有关系，像手骨弄甲乌青、好食的红菇粿，咧讲人生做坏恶、恐怖的青面獠牙等等。若是动物是物的名，有色字的搁较侪，动物像白灵狮、乌面腊杯、青猪仔；食物有黄豆、红芪、白木耳等等。俗语讲红水乌大斑，是咧形容人对色字的感受，感觉红的较水，乌的较大斑。较高贵，这句俗语有当时嘛会当用伫学老人的穿插，好看有气质。阁有一句俗语讲：白白布染甲乌，本来是白布，硬互人染做乌的。这就亲像即阵伫网络足侪假的消息，互人一直传到尾啊，哪像真的共款，是一款雕工甲人伤害。害人防冤枉的行为，溜、色字、红的、柑仔色、黄的、青的、空的、桥仔色、红水乌大斑、
白白布染到乌。落尾我要讲一个味菜，互大家要看卖。红关公、白老鳖、乌张飞走去味，互你要一款果子是啥物？就是有红的壳、白肉、乌的籽、奶汁啦。好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